跟住去到第20條題目噶啦喎，呢條題目咧，佢哋話 x 同 y 咧都係一個 acute angle 鋭角嘅，問你以下邊一個係 must be true B 為正確嘅。咁啊講多一件事俾你知，就係 x 加 y 咧原來係90度。咁呢件事相當於話俾你聽個 y 就係90度減 x 啦，或者調轉頭 x 就係叫做90度減 y 咁解。兩個方法做一做俾你 method one 係真係計嘅。sin x 佢話要等於 cosine y 係咪嘅咧？x 就係叫做90度減 y， 如果係嘅話，根據我哋個 ASTC，90度減係 A 字地頭。如果9係單數，單數咧就要變，佢就變咗做 cosine y， 完全做到晒佢嘅效果，1號係正確嘅。咁第二個咯喎 ，sin 我哋個90度減 x 咧，咁呢一嚿嘢其實咪即係相當於你玩緊嗰個係 sin y 咯。咁如果係嘅話，右手邊就係 cosine 90度減 y 咧。9係單數要變做 sin y，90度減係 A 字地頭都係正，咁所以兩者都有係等於嘅喎，咁所以2號都係正確嘅。咁3號嗰個咯喎 ，tangent x 乘以 tangent y， 咁我哋話 tangent y 咧就可以叫做 tangent 90度減 x。9係單數要變做一除 tangent， 而嗰個位亦都係正，因為係 A 字地頭，咁所以就變成咁樣嘅款。兩個約埋叫1，哦，3號原來都係正確嘅。咁憑住個人實力，答案就已經肯定係 D dot 噶啦。咁除咗呢條橋，有冇第二條橋啊？咁絕對係有嘅。Method 2嘅手法咧就係老屈。你老屈 x 係一個角度啊，譬如37度。咁你個 y 咧就唔係亂咁老屈噶啦，佢就應該係90度減37度。咁你如果係嘅話，就即係53度。咁所有嘅事情咧，你就可以去撳噶啦。例如你話乜嘢叫做 sin x 咧，其實我可以撳到俾你噶啦。轉翻到 degree 冇先啦 ，sin 37度撳落去0.6018啦，求其是但。咁然之後咧就 cosine y 又會係幾多 ？cosine 53度撳落去又係0.6018喎。兩個數值係完全一樣嘅，咁兩個咪等於咯。咁所以1號係正確嘅。2號啊啦。sin 90減我哋嘅 x 即係37，撳落去0.798，咁啊 sin 90度減 x 0.798，咁啊 cosine 90度減y 又如何咧 ？cosine 90減53又係0.798喎，咁啊兩個又等於嘅話咧，咁啊 OK 噶啦，又 work 嘅。最後我哋個3號噶啦 ，tangent x、tangent y，tangent 37度就乘以 tangent 我哋個 y 就叫做53度咁落去，真係1嚟嘅喎，喂冇漏點喎 ，tangent 我哋嗰個嘅 x 乘以 tangent y 咧真係等於1嘅，咁所以呢個都 work。咁如果都 work 嘅話，咁啊1、2、3都 work 晒，咁答案都係叫做 D dot。咁兩招你中意用邊招係邊招啦，都兩招都 work 嘅其實。